暝啊，一场的大火是烧掉着5条的人命。讲这栋火烧厝的这个透天厝，厝主伫1楼卖杂货，啊，厝主的太太嘛伫1楼开越南的小食部，店内有设包厢，提供人客食饭、唱歌、啉酒。厝边讲，出入的人大部分拢是越南的移工，人济复杂，常常到暗时啊，还阁真吵闹。啊，厝主嘛伫3楼。 违法阁去铁皮厝租予3个越南的移工，其中2个是翁仔某。这对翁仔某火烧厝的同时，为3楼跳到2楼来逃生。不过第一时间，因是逃离开现场，尾啊才互警方带转去做笔录。因是不是甲火烧厝有关系？警方要咧追查。 倒火透天厝1楼的铁门互撬开，厝内火架是东倒西歪，有真侪越南的杂货散甲柜涂骹。这除了卖越南的杂货，还佫有做越南甲客家食食，内底有房间，会当互人客唱歌啉酒。最后有大概多大面积？大概多大？我面积超过4、5平左右。唱歌啦，给越南那边唱歌。10点以后就觉得很吵了。晚上10点。晚上10点，为什么会很吵？唱歌啊。唱歌啊。嬉闹。 附近的居民讲，这间店是好合适，大部分拢是越南的移工出入，较复杂。主要也是因为头家娘是越南人，伊41岁嫁予伊比细汉6岁的4岁男厝主。2个人做伙开店，为真正的店面外观，会当看到大门外口的扛棒布条是写卖客家菜，边仔壁道也有西地扛棒是写卖越南河粉。因为查甫厝主会晓做客家菜，也会晓修理水电，头家娘是会晓做越南菜，佮会陪人客唱歌啉酒。一旦都可以酒。开小吃了，人进出都很复杂的。亲友含厝边认为，翁仔某做生意内容多元，当着的人客相对较复杂。厝主搁伫3楼违规去铁厝加2个房间，租予3个越南移工。一个女移工被烧死，另外2个是翁仔某。火烧厝的时，2个人拢对窗仔门跳楼逃生。蜘蛛人一样站在那个白色的上面的，都是烟啊，一直滚，然后从那边跳下来，好像那女的坐在这边哇哇叫。 厝边讲查甫逃走，查甫因为脚膊受伤，送送病院。康翠处理好了后，伊就家己离开病院。这对翁仔某了后，拢互警方带转去做笔录。警方发现，伊的翁婿摕迄张观光签证已经过期。火灾发生的时，2个人拢是为3楼跳到2楼逃走。2个人是毋是和火灾有关系？敢有亲目睭看到火灾发生的经过？警方等咧调查。 Hello， 我是冯薇芝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